稍後級歡迎收睇潮遊泰國，今集我哋繼續搭 BTS 去到 National Stadium 呢個站，參觀一間最新嘅設計酒店，由 lobby 到泳池到房間，全部都型字當頭。之後去睇一間連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都嚟幫襯嘅泰國餐廳，品嚐佢嘅泰式燒乳豬、美味冬陰功。仲有獨家之選咖喱炒蟹肉啊！然後就去參觀一個絲綢大王尖湯神嘅故宮，睇下佢嘅故宮之內有幾多古董古物。馬上送上潮遊泰國。喺呢個 National Stadium 嗰個 BTS 站向前行過嚟啲咧，就有一間泰國新開嘅型格酒店。所謂型格酒店有一個 design hotel 喎，就裏邊全部都同設計有關嘅，就係呢間啦。嗱，唔好以為我哋置身喺圖書館喎，其實呢度咧淨係呢間酒店嘅 lobby 啊，地下 lobby， 咁呢度裝修咧就成個好似書局咁樣，咁俾咗一種好特別嘅文藝氣息。咁跟住書局裏邊通常都有凳俾你坐嘅，隔離有張好大嘅凳啊，大到咧坐幾個人都得。跟住再睇下後邊啦，成個設計咧都同一般酒店有所不同嘅。前邊無端端擺架車喺度喎，咩意思咧？冇意思嘅設計啊嘛，設計就係咁嘅啦。今時今日幾乎所有嘅泰國酒店都要有 SPA 先得，冇 SPA 或者遊客分分鐘唔去住嘅。咁呢間酒店都唔例外，有間 SPA 喺上邊叫 SPA 廳。點解叫 SPA 廳唔叫 SPA 房咧？因為喺10樓廳10咁解。咁而 SPA 嘅環境佈置咧，亦同酒店嘅大堂啊同房間一樣，原出一流，一睇就知道係屬於酒店。整間 SPA 總共有14間房，而當中咧最靚嘅 VIP 房總共有3間。所謂 VIP 房咧就係裏邊除咗有浸浴嘅設施之外咧，仲有一個靚景相送。所謂靚景就係一個瀑布靚景，好似呢間咁就係啦。呢間房嘅設計以沉色為主，喺浴池旁邊有2面落地大玻璃，陽光唔單止可以照射入嚟，仲可以透過玻璃欣賞到一個露天小瀑布。大家估唔估到小瀑布係由邊度流落嚟呢？原來係由樓上嘅泳池水滿瀉流落嚟嘅，可謂精心設計。喺度做個泰式按摩，價錢咧都唔平嘅，要成1600匹1小時啊！不過好多時咧有嘢送咩咧？送景啊！首先第一就係嗰邊咧可以睇到呢個 BTS 啲車來車往。咁另外咧呢邊咧就對正呢個國家運動場，久唔久咧都有啲賽事喺度舉行嘅。咁咧人哋一邊度踢波，你一邊咧就好輕鬆去做按摩，嗰個感受都幾唔同嘅。好似好舒服咁啊！咁其實呢度除咗一般嘅泰式按摩之外咧，亦都有啲油按嘅。咁舉例有一種佢哋聲稱好出名嘅叫做聽 massage 啊。咁聽 massage 同一般嘅 massage 嚟講咧，就分別有啲唔同。咁但係價錢嗰方面咧，就其實咧同剛才泰式按摩都係一樣嘅。價錢係呢個1600匹1小時，不過就可以用間咁靚嘅房啦，睇下有幾舒服。呢種按摩唔單止保留傳統嘅泰式按摩，仲融合咗西方嘅按摩技術在內，成為另一種適合各類型人士嘅按摩。
聲稱可以舒緩身體不適嘅地方，改善循環系統，加速新陳代謝㗎嘛。剛才地下嗰個就係 lobby， 但係講到 reception check in 咧，就喺樓上11樓，即係呢一度啦。咁呢度同時間亦都係泳池所在嘅地方。不過最有趣就後邊有個 lounge 啊，整個 lounge 同埋呢個 reception 嘅地帶咧，亦都係好有 design feel 嘅。11樓呢度嘅一個酒吧咧，充分表現出呢個 design 嘅一個風範啊！講緊要用嘅物料其實係一啲普通嘅木材啦，甚至乎鋼筋啊咁樣。咁但係將佢組合埋一齊，再加少少嘅創意落去咧，就變咗一啲好特別嘅藝術品。例如譬如講緊一對手啦，後邊高高在上兩隻手托住啦，甚至乎咧上邊咧用一啲好普通嘅木塊砌埋，咁又係一個 design 啦。又或者睇下呢邊啦。呢啲所用嘅凳咧，都係普通嘅一啲鐵做嘅。曼谷酒店之中咧，如果講泳池夠特別咧，呢個都算係幾特別嘅一個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前邊咧一個水平線望過咧，好似飛咗落街咁樣嘅。咁呢種嘅設計咧就叫 Infinity Pool 咁樣。咁其實喺泰國布吉島一帶咧，好多嗰啲泳池都係咁嘅設計。咁望落咧可以同個海貼埋一齊咁樣，咁望落好舒服、好過癮嘅。咁而呢度咧雖然望唔到個海，但係望到嗰個空間咧，可以游水嘅時候咧望住個街景咧，感覺幾唔錯。咁同埋咧，大家見到好似上邊呢啲木柱，呢啲咁嘅木梁梗係咩嚟？原來咧就係火車軌嗰啲路軌嚟嘅。咁啊，將啲路軌咧就攞嚟做咗呢個裝飾。咁呢個又所謂另一個 design。咁遊客喺呢一層裏邊，除咗呢邊可以游水之外咧，亦都喺嗰邊咧曬太陽，瞓晒喺度啊，各色其色，曬飽飽又落水遊下，都落去遊下先得。呢種設計真係有趣啊！後邊係廁所，個布點一拉開，穿嗰個衣櫃入嚟就係房啦。咁呢種房咧最特別之處咧就有3張床。通常一般酒店嚟講，即係得2張床2公婆瞓嘅啫。咁但係有時大家朋友出街啊，一齊朋友去旅行，咁就3個人3人同行必有我師。咁有我師都冇床，咁點算咧？咁無端一個人要 book 多間房就唔好啦。咁呢頂房就唔緊要啦，有3張床。如果 walk-in 價錢嚟講咧，就嚟到7600嘅。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係 full 個 agent 就會平好多。咁嗱，呢度嘅房間最大特色咧，就係個感覺係好 natural 啊。譬如你見咧，周遭嗰啲灰水啊咁樣，係游到咧好似渠門拜亞咁，冇乜設計嘅。咁但係冇乜設計之餘咧，呢啲就係叫做設計啦，就唔需要話入到去金碧輝煌好靚。咁游到咁樣，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屋企可以游成咁咧，都係另一種嘅美感嚟嘅。咁至於講到牆上邊咧，呢啲就係啲圖案咧，啲圖畫唔係亂畫上去嘅，係根據咧5行而設計嘅，金木水火土。咁但係點樣睇得出嚟5行咧？我就睇唔出啦。咁呢個係個老闆話俾我聽嘅，呢啲係叫做設計啦。如果唔係3個人同行，只係得2公婆嘅話，呢種房係最好啦。價錢大概係8000零匹到啦。不過呢個係 walk-in 價錢咧，如果幫襯 agent 咧就會平好多嘅咁樣。咁講緊2張大床之餘咧，就有個 day bed 喺度攤頭。咁其實咧，成間酒店最欣賞嘅部分咧就係佢所用嘅材料啦。你會見到喺房裏邊有